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嘅頻道。上一集我哋講咗 Tesla 嘅 FSD、NVIDIA 嘅 Drive、Thor 晶片同埋小鵬嘅 VLA 2.0三間公司三種完全唔同嘅自動駕駛路線，但係有好多朋友留言話：喂，你漏咗一個最重要嘅玩家，就係 Waymo 啊！冇錯，今日我哋就要補返呢個大缺口，深入拆解 Waymo 嘅最新發展。然後再做一個真正全面嘅技術比較。我先問你一個問題，你知唔知道而家全世界邊間公司嘅無人駕駛的士做得最大規模、最多人搭？答案就係 Waymo。佢而家每個禮拜做緊超過40萬次載客服務，車上面完全冇司機。你諗下呢個數字有幾瘋狂？不過喺講 Waymo 之前，我用2分鐘幫大家快速回顧下上集嘅重點。上集我哋講咗自動駕駛嘅 SAE 分級，由 L0 到 L5。L0 就係完全人手揸車，L5 就係終極目標，任何環境都可以自動揸。Tesla 嘅 FSD 用嘅係端到端神經網絡，即係鏡頭影到嘅畫面，直接輸入去一個巨大嘅 AI 模型，然後直接輸出軚盤同油門嘅控制指令，中間唔使人手寫規則。Tesla 已經喺 Austin 推出咗 Robotaxi 服務，但規模好細，而且之前一直有安全員跟車。NVIDIA 呢，就係賣鏟嘅角色，佢嘅 Drive Thor晶片有2000 TOPS 算力，賣俾全世界嘅車廠同自動駕駛公司用。小鵬就推出咗 VLA 2.0，直接由視覺信號輸出駕駛指令，反應延遲降到80毫秒，仲揾到 Volkswagen 做客戶。好啦，回顧完畢，而家正式進入今日嘅主角 Waymo。Waymo 呢個名其實係 Way Forward in Mobility 嘅縮寫，即係向前行嘅流動出行。佢嘅歷史可以追溯到2009年。當時 Google 內部有一個叫做自動駕駛汽車計劃嘅項目，由 Stanford AI Lab 嘅前總監 Sebastian Thrun 帶領，到2016年正式獨立出嚟成為 Waymo， 隸屬於 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2018年 Waymo One 喺 Phoenix 推出咗全球第一個商業化嘅自動駕駛載客服務，真金白銀收錢載客嘅嗰種。由嗰陣到而家 Waymo 已經行咗10幾年，可以話係全世界喺自動駕駛呢個領域投入時間最長、經驗最豐富嘅公司。咁 Waymo 而家發展到咩程度呢？我話你知，佢嘅數字係真係令人震驚嘅。根據 Waymo 官方嘅數據，佢而家擁有大約3000架無人駕駛車輛，每個禮拜行駛超過400萬英里，提供超過40萬次載客服務。單單2025年一年 ，Waymo 就完成咗超過1400萬次載客，比2024年多咗超過3倍。累計嚟講 ，Waymo 已經錄得超過2000萬次付費載客，喺公共道路上面行駛超過2億英里嘅全自動駕駛里程。2億英里係咩概念？即係大約3億2000萬公里，相當於由地球去火星再翻轉頭嘅距離。有人計算過，呢個里程相當於大約200個人一輩子嘅駕駛距離。更加厲害嘅係 Waymo 嘅擴張速度。Waymo 最近開通咗 Dallas、Houston、San Antonio 同 Orlando 4個新城市嘅服務，令到佢嘅營運城市總數去到10個。而家你喺三藩市、Phoenix、洛杉磯可以直接用 Waymo 自己嘅 app 叫車。喺 Atlanta 同 Austin 就透過 Uber 嘅 app 嚟叫 Waymo 嘅車。Waymo 嘅目標係喺2026年年底之前，每個禮拜做到100萬次載客，即係而家嘅4倍。而且佢仲計劃喺2026年內進入超過20個新市場。Waymo 仲準備進軍國際市場。London 將會係佢第一個海外城市，Tokyo 都會喺2026年跟上。由美國本土到全球擴張，呢個野心真係唔細。講到錢， Waymo 嘅融資規模都係前所未見嘅。喺2026年2月 Waymo 完成咗一輪160億美金嘅融資，令到公司嘅估值去到1260億美金。1260億美金咩概念？已經比大部分全球車廠嘅市值都要高。呢個估值比佢2024年10月嗰輪56億美金嘅融資時嘅估值翻咗超過1倍。Waymo 嘅2位聯席 CEO 講咗句好有份量嘅說話，佢哋話呢個里程碑係建立喺一個統計上面已經優於人類駕駛嘅安全基礎之上。佢哋話自己已經唔再係喺證明一個概念，而係喺擴展一個商業現實。呢句說話其實好有心意嘅，即係話 Waymo 覺得自己已經過咗實驗階段，而家係真金白銀做生意嘅階段。咁 Waymo 嘅技術到底點樣運作嘅呢？呢度我要講深入少少。Waymo 同 Tesla 最大嘅分別就係佢用咗多重感應器融合嘅方案。你睇一架 Waymo 嘅車，
上面密密麻麻，全部都係感應器。以前第5代系統有29個鏡頭同5個 LiDAR， 但而家 Waymo 推出咗第6代系統，將感應器數量減少咗42%，由29個鏡頭減到13個 ，LiDAR 由5個減到4個，加上6個雷達。你可能會問，減少咗感應器唔係更加危險咩？答案係佢哋用咗自家研發嘅1700萬像素影像感應器，比起傳統嘅500萬或者800萬像素鏡頭，解像度高好多，令到用更少嘅鏡頭都可以捕捉到更加清晰嘅畫面。而且整個第6代系統嘅成本比第5代降低咗超過一半，每套估計唔使2萬美金。呢個對於 Waymo 嘅大規模擴張係至關重要嘅。除咗硬件之外， Waymo 嘅軟件同 AI 都好值得講。佢嘅感應器套件可以提供360度嘅環繞視野，探測距離去到500米遠，日間、夜間同各種天氣情況都得。第6代系統用咗輕量級但強大嘅機器學習模型，從每個感應器提取最大嘅資訊量，同時動態優化每個感應組件嘅性能。更加特別嘅係 Waymo 嘅車有一樣嘢叫做外部音頻接收器，簡稱 EAR。呢啲 EAR 可以聽到路上面嘅聲音，例如緊急車輛嘅警笛聲同鐵路平交道嘅聲音，幫架車判斷要點反應。你諗下 Tesla 嘅純視覺系統係聽唔到聲嘅，但 Waymo 嘅車唔單止睇得到，仲聽得到。呢個就係多重感應器方案嘅優勢，而且佢仲有整合清潔系統嚟保持鏡頭同感應器嘅清晰度，落雨天都唔怕鏡頭被遮擋。講到安全表現，呢個先係 Waymo 最強嘅賣點。根據 Waymo 超過1億2700萬英里嘅行駛數據顯示，佢嘅嚴重傷亡碰撞率比人類司機低10倍，同行人相關嘅傷亡碰撞率更加低12倍。保險公司 Swiss Re 做過一個獨立研究，發現 Waymo 嘅財產損失索賠比人類司機低88%，身體傷害索賠更加低92%。仲有一個驚人嘅數字， Waymo 已經行駛超過1億7000萬英里嘅全自動駕駛里程，期間冇有造成過一宗嚴重碰撞或者嚴重傷亡。但我要公平咁講， Waymo 都唔係完美嘅。喺 Texas 曾經發生過 Waymo 嘅車違法超越停泊中嘅校巴至少19次嘅事件，而且有一次喺 Santa Monica 撞到一個細路。呢啲事件令到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展開咗調查，所以 Waymo 嘅安全記錄雖然整體好好，但都唔係零缺點嘅。好啦，而家我哋有咗 Waymo 嘅全面了解，終於可以做一個真正深入嘅三方比較。我哋由5個維度嚟分析：感應器、哲學、商業模式、擴張策略、安全表現同埋成本結構。首先講感應器哲學，呢個係最核心嘅技術分歧。Tesla 堅持純視覺方案，8個鏡頭就搞掂。Elon Musk 嘅理念係人類都係靠眼睛揸車嘅，所以車都應該靠鏡頭就夠。但 Waymo 就認為冗餘先至係安全嘅關鍵。如果鏡頭漏咗嘢，雷達可能唔會漏。呢個就係多重感應器嘅價值。打個比喻， Tesla 嘅方法就好似一個人只用眼睛行路，而 Waymo 就好似一個人有眼睛、有耳仔，仲有一把拐杖探路。邊個更加安全？答案好明顯啦。實際上 Tesla 喺暴風雪、暴雨、濃霧嗰啲情況下係做唔到自動駕駛嘅。呢個係純視覺方案嘅物理限制。但你唔好以為 Waymo 嘅多重感應器方案就一定贏晒。事實上，每種方案都有佢嘅 trade off。Tesla 嘅純視覺方案最大嘅優勢就係成本低。Tesla 每架車嘅硬件成本大概只係$2000左右，而 Waymo 嘅感應器套件就貴好多好多倍。Morgan Stanley 估計 Waymo 每架車嘅總成本超過$12萬。雖然第6代系統已經大幅降低咗成本，但同 Tesla 相比仲係貴好幾倍。呢個就帶出一個根本性嘅問題，你肯唔肯花多10倍嘅錢嚟換取更高嘅安全冗餘？如果你係一個普通消費者買自己架車，可能覺得 Tesla 夠，但如果你係一間 Robotaxi 公司，車上面坐嘅係付錢嘅客人，任何一宗嚴重事故都可以毀掉成間公司嘅聲譽，咁你就可能寧願花多啲錢確保安全。NVIDIA 角色就更加特別，佢唔係 Tesla 或者 Waymo 嗰種直接做自動駕駛嘅公司。NVIDIA 嘅 Drive Hyperion 平台配備咗2顆 Drive AGX Thor 晶片，14個高清鏡頭，9個雷達，1個 LiDAR 同12個超聲波感應器，即係話 NVIDIA 本身嘅參考設計係支持多重感應器融合嘅，同 Waymo 嘅理念比較接近。
但因為 NVIDIA 係一個開放平台，車廠可以根據自己嘅需要去揀用幾多感應器。NVIDIA 喺車入面實際上用咗兩套 AI 系統，一套係端到端嘅視覺語言模型，負責日常駕駛；另一套係基於嚴格規則嘅安全系統。當 AI 唔確定點做嘅時候，就會接管。呢種雙系統嘅設計其實幾聰明嘅，你可以理解為一個主腦加一個保險。平時主腦做決定，但當主腦唔確定嘅時候，就由保險嗰個嚟接手。第二個維度係商業模式嘅比較，呢度就真係好有趣。Waymo 係一個全展自營嘅模式，由軟件到硬件到車隊營運到 App 全部自己做。佢嘅收入來源就係每一程嘅車費，同傳統嘅的士公司或者 Uber 嘅模式好似。2025年 Waymo 嘅收入超過2億8600萬美金，平均每程車費大約$20。Tesla 就係垂直整合模式，自己做車，自己寫軟件，自己營運 Robotaxi， 仲想將來俾 Tesla 車主將自己架車放入 Robotaxi 網絡賺錢。呢個概念好似 Airbnb 咁。NVIDIA 就係純粹嘅平台供應商，佢賣晶片同軟件俾所有人用，唔理你最後做咩品牌嘅車。用一個簡單嘅比喻嚟講， Waymo 係自己開餐廳賣菜嘅， Tesla 係自己種菜自己開餐廳嘅， NVIDIA 係賣廚房設備俾所有餐廳嘅。第三個維度係擴張策略，呢度 Waymo 同 Tesla 嘅差距係非常之明顯嘅。Waymo 已經喺10個美國城市提供服務，擁有大約3000架車，而 Tesla 喺 Austin 嘅 Robotaxi 車隊，根據獨立追蹤數據，只有大約44架車，呢個差距係幾十倍嚟嘅。更加震撼嘅係 Waymo 每架車平均可以行14000英里，先需要一次人為介入，而 Tesla 大約只係500英里，即係話 Waymo 嘅系統可靠度係 Tesla 嘅大約28倍。投資銀行 Jefferies 嘅分析師實地測試咗兩間公司嘅服務，發現 Tesla 嘅15次叫車入面，只有2次係真正冇安全員嘅，而且超過1/4嘅時間叫唔到車，車嘅路線都唔係最優嘅，導致行車時間較長。但 Tesla 嘅價錢就平過 Waymo 好多，所以呢度就有一個質素同價格嘅取捨。不過我要幫 Tesla 講翻句公道說話， Tesla 嘅潛力其實係喺佢嘅數據飛輪同規模效應。 Tesla 全球有幾百萬架車喺路上面跑，每一架都係數據收集器。到2026年2月 Tesla 話佢哋嘅 FSD 累積使用超過83億英里嘅數據，呢個數量係 Waymo 嘅2億英里嘅幾十倍。數據越多， AI 學得越好，系統就越聰明。呢個正循環係 Tesla 最強嘅護城河，而且 Tesla 嘅硬件成本低，如果佢嘅純視覺方案真係做到同 Waymo 一樣可靠嘅 L4 水平，佢就可以好快咁將全球所有 Tesla 車變成 Robotaxi， 規模會即刻爆炸性增長。呢個係 Waymo 好難追得上嘅，因為 Waymo 每架車都要裝昂貴嘅感應器，仲要喺新城市做長時間嘅測試同地圖建設，先至可以投入服務。講到地圖建設，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少人提到，但非常重要嘅區別。Waymo 喺進入每一個新城市之前，都要先派車去做詳細嘅高精度地圖測繪，呢個過程可能需要幾個月甚至更長時間。例如，佢喺 Philadelphia 嘅測試就係由2025年7月開始，喺唔同嘅街區同高速公路行駛，收集季節性嘅數據。Tesla 就唔同啦，佢嘅純視覺系統理論上唔需要預先建立地圖，去到邊度都可以揸。呢個就好似一個熟練嘅的士司機同一個裝咗超級 GPS 嘅新手嘅分別。的士司機去到邊度都識路，但佢要先熟悉條路先。新手雖然咩路都唔識，但有 GPS 就可以去任何地方，不過可能唔夠熟練。Waymo 嘅 Geofence 策略確保佢喺每個營運區域入面做得好好，但擴展速度就慢過 Tesla 嘅理論速度。第四個維度係安全數據嘅比較，呢個先係最多人關心嘅。Waymo 喺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面話，根據超過2億英里嘅獨立審計數據，佢哋嘅車發生嚴重碰撞嘅頻率比人類司機低10倍。Tesla 就話佢哋用 FSD 嘅車平均每510萬英里先發生一次重大碰撞，而全美國人類司機嘅平均係每699000英里一次。聽落好似 Tesla 仲安全過 Waymo， 但呢度有一個好大嘅爭議。Tesla 嘅數據係包含埋有人類監督嘅 FSD 使用場景嘅，即係有人坐喺軚盤後面，隨時可以接手嗰種情況。而 Waymo 嘅數據係全部冇人喺軚盤後面嘅純自動駕駛場景。呢兩組數據嘅比較基礎根本就唔同，所以直接比較係唔公平嘅。正如好多專家都講，呢場安全辯論目前仲未有定論。第5個維度就係成本結構同經濟效益。呢個維度其實會決定邊個模式最終可以大規模普及。Tesla 嘅 Cybercab 預計每架車成本只係2萬到25000美金，呢個價錢係好有競爭力嘅。但而家 Waymo 都喺積極降低成本，
第六代系統嘅感應器套件降到$20,000以下，加上車本身嘅成本，整體應該會比以前平好多。Waymo而家用緊嘅新車型係同 Zeekr 合作開發嘅。OJ 呢架車係專門為無人駕駛設計嘅，冇軚盤，冇腳踏，會逐步取代而家嘅 Jaguar I-Pace， 而且佢喺 Arizona 嘅工廠已經開始大規模生產，目標係每年生產幾萬架車。如果 Waymo 真係做到大規模量產，成本會進一步下降，到時候同 Tesla 嘅差距就唔會咁大。咁 Nvidia 喺呢場競爭入面扮演咩角色呢？ Nvidia 話佢正喺同 Robotaxi 營運商合作，希望喺2027年用佢嘅 AI 晶片同 Drive AV 軟件去驅動佢哋嘅自動駕駛車隊，目標係 L4 級別嘅 Robotaxi。佢已經用一架2026年款嘅 Mercedes-Benz CLA 喺三藩市做咗1個鐘嘅自動駕駛示範。安全駕駛員話有90%時間係架車自己揸嘅。Nvidia 嘅 CEO 黃仁勳話呢個係 Physical AI 嘅 ChatGPT 時刻。Alpamayo 模型俾自動駕駛系統學識推理，可以思考罕見嘅場景同解釋自己嘅駕駛決策。不過 Nvidia 同 Waymo 或 Tesla 最大嘅唔同係佢唔會自己去營運 Robotaxi， 佢嘅成功取決於佢嘅客戶能唔能夠成功。但反過嚟講，只要自動駕駛呢個行業整體向前行， Nvidia 就一定會受惠，因為幾乎所有人都需要用佢嘅晶片。講到呢度，我想分享一個我自己嘅深度分析。好多人成日問邊間公司會贏，但我覺得呢個問題本身就問錯咗。自動駕駛呢個市場大到可以容納好多個贏家，關鍵係佢哋各自喺唔同嘅領域領先。Waymo 嘅優勢係佢已經證明咗自動駕駛可以安全地大規模商業化，佢嘅安全數據係全世界最有說服力嘅。但 Waymo 嘅弱點係擴張速度受制於成本同地圖建設嘅需要。Waymo 嘅聯席 CEO 自己都承認成本對於規模化營運嘅重要性，而且冇排除未來進一步精簡感應器嘅可能性。即係話 Waymo 都知道自己需要喺安全同成本之間揾到一個更好嘅平衡點。Tesla 嘅優勢就係佢嘅數據量同車隊規模，加上極低嘅硬件成本。如果純視覺方案真係做到可靠嘅 L4， 佢嘅擴張速度會係火箭式嘅。但 Tesla 嘅問題係 Musk 講嘅嘢大部分都係會延遲。佢喺2025年尾話 Austin 會有500架 Robotaxi， 結果完全冇達到。而且 Waymo 同 Tesla 之間嘅差距唔係喺縮小，而係喺擴大。Nvidia 嘅優勢就係佢嘅生態系統同平台效應。全球最頂尖嘅車廠同自動駕駛公司都係佢嘅客戶，包括比亞迪、IM Motors、理想汽車、小米、極氪、Volvo Cars， 仲有 Aurora、Getik、WeRide 呢啲自動駕駛公司。但 Nvidia 嘅弱點係佢唔直接接觸消費者，唔直接收集路面數據，佢嘅成敗綁定喺客戶身上。如果要我預測未來3到5年嘅格局，我會咁講 Waymo 好大機會繼續做 Robotaxi 市場嘅領頭羊，喺美國主要城市同倫敦、東京建立一個龐大嘅自營車隊網絡。全球 Robotaxi 市場預計由2024年嘅大約8億美金增長到2032年嘅接近970億美金，年複合增長率超過80%。呢個蛋糕大到所有人都有份食。Tesla 就會繼續用佢嘅數據優勢去改進純視覺系統，一旦 FSD 達到真正可靠嘅 L4 水平，佢就可以極速擴張。但呢一日具體幾時嚟到，老實講冇人講得準。Nvidia 就會繼續做最大嘅受惠者之一，因為無論 Tesla 定 Waymo 定其他公司贏，大部分都需要高性能嘅 AI 晶片。而小鵬就會喺中國市場同新興市場攻城略地，用 VLA 2.0 同圖靈晶片嘅組合去同全球車廠做技術輸出。最後我想講一個好多人忽略咗嘅觀點。Waymo 自己喺2026年2月嘅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面警告，如果美國唔減少官僚障礙，美國公司可能會將呢個1萬億美金嘅市場拱手讓俾中國嘅競爭對手。而中國嗰邊呢，小鵬嘅何小鵬就喺兩會提出跳過 L3 直接去 L4 嘅建議。百度嘅 Apollo Go、小馬智行、文遠之行呢啲公司都喺中國同海外積極擴張。所以自動駕駛呢場競賽唔單止係公司之間嘅競爭，仲係國家之間嘅科技競賽。監管政策、基礎設施建設、公眾接受度呢啲都會影響最終嘅格局。有一個調查發現，三藩市居民對 Robotaxi 嘅支持率由2023年嘅44%上升到2025年嘅67%，即係話愈多人實際體驗過，就愈接受呢個技術。呢個係一個好正面嘅信號。總結翻今日嘅內容，我用3句話概括呢4間公司嘅策略。Waymo 係我用最安全嘅方法自己營運車隊，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咁打。Tesla 係我用最平嘅硬件加最多嘅數據，想一步登天，將全球所有 Tesla 變成 Robotaxi。Nvidia 係我唔揸車，但我做最勁嘅大腦同工具俾所有揸車嘅人。小鵬就係我自己揸車之餘，仲要將個大腦賣俾全世界。4個角色各有定位，短期之內唔會有所謂嘅贏家通吃。
但可以肯定嘅係，自動駕駛呢場革命已經唔再係未來式，而係現在進行式。諗下，如果有一日你唔使再為塞車而煩躁，因為架車自己會揸，你可以喺車入面睇書、做嘢，甚至瞓覺。如果你年紀大咗，視力退化咗，自動駕駛可以俾你繼續保持獨立嘅出行能力。如果你飲咗酒，唔使再擔心點返屋企，架車會安全咁載你回家。呢啲唔係科幻片嘅情節，Waymo嘅乘客每日都喺享受緊呢種生活。我哋好可能就係見證自動駕駛從夢想變成日常嘅一代人。好啦，今日呢條片就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有用嘅話，記得撳 like 同 subscribe， 仲有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更新。下一集我哋會講多啲關於自動駕駛對於社會同就業嘅影響，記得留意。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